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对台湾有代志有清楚表态哦，也毋过嘛造成中国甲日本的关系真紧张。咱的前总统马英九是跳出来批评讲高市早苗上过冲崩。咱的总统赖清德今仔嘛呼吁讲，咱国就应该爱尊重日本国内的政治，嘛认为讲中国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嘛望讲中国就爱有大国的大班。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前表态，台湾有代志可能造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起中日关系紧张。中国为旅游外交甲军事领袖对日本施压。不过前总统马英九批评高市早苗错劲，总统赖清德就呼吁咱应该尊重日本国内政治，中方行为严重冲击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爱三思。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 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各界对于中国这样的挑衅，各界都非常的愤怒。对中国来讲，未必然会在国际关系上得到这个好处。 台日协会会长苏家全认为，日本对中方的抗议强悍已经关系，未来台日合作会朝向全面正向发展。另外，中国最近讲，立委政策民进党立委辛碧荣和罗总统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合唱，罗总统也个发声，希望韩国瑜院长能够清楚了解，中国只要跨境镇压台澎金马2300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对中华民国主权的伤害。面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我们应该要一致对外，不应该替侵略者找借口。真正已经被通缉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军。那请问，中华民国的国军现在被跨境镇压、被通缉，我们应不应该站出来？我相信大家的答案应该都是一样的。 新品用指出，除了是中方国应对咱国防部政战局新建大队甲驻通电军发布现象通缉，强调部分政党都应该谴责中国想要延伸法律管辖权，导致罪名罪犯。记者综合报道。